我哋要講解嘅係成個銷售流程。顧客入咗我哋嘅網站之後咧，可以撳線上點餐，跟住以3000+為例，選擇份數加入購物車，跟住結算，確認咗訂單冇問題之後，我哋可以撳結算。呢邊咧，顧客會輸入佢嘅地址信息，仲有配送方式，撳確認之後會跳轉付款方式。可以睇到呢度有微信、支付寶同埋銀行卡。確認咗地址信息冇問題之後咧，我哋可以撳付款。顧客完成付款之後，商家可以喺電子商務板塊睇返訂單，跟住可以睇到啱啱付款嘅訂單，以 S00010為例，咁可以睇到客戶嘅名同地址，仲有收貨地址，仲有佢嘅商品信息。呢度可以更新我哋嘅運費。訂單冇問題之後，我哋可以確認，跟住有報價單送出，再之後訂單就會進行銷售啦。呢度可以預覽顧客嘅視覺，睇到個訂單係點樣。咁呢度咧可以設置我哋嘅付款方式，仲有付款服務商。我哋可以選擇，例如話貨到付款啦，仲可以選擇付款方式，仲有送貨方式。大概嘅流程就係咁啦。